叫的。哎，你挑出我嘛都困难。其实很少对吧？都是因为那小燕子公鸡呢，是我们南台湾钢管高手。真假？跳舞不是高手吗？这亚第一名，我人家讲第一名。这没卖，而且那小燕子前一阵子还有上过电视，我有在电视看到新对姐这么在台湾的故事吗？在台湾的故事，有来轰我那个小燕子，而且呢，我迄集我多好，总是是我有看。哎，你有看到？真的，我甲小燕子今仔唱这首歌，互我去回想，伊迄时阵接受访问的时候，因为你有讲嘛，出来这人不太赞同你出来。那是苹果日报。那是苹果日报吗？在台湾的故事跟苹果日报都有。都有嘛，对不对？我有印象，迄时阵人家访问伊讲吼，出来做这导出来这人，袂反对，那个小燕子讲。瞬间就红了眼眶，对吧？对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加油啦！其实卖 NA 啦，所以呢，我小燕子跳钢管，可是她生性是很单纯。卖光那个我设计导查囡仔小可爱，真水水，咱也是水，像我每次讲花，拜托了我拢问咧，我拢地区